大家好，歡迎返嚟我嘅 UMD 頻道。今集我哋講下戀愛關係，你信唔信一個人可以愛對方愛到似鬼上身？唔係講笑，係真係好似有啲嘢控制住你，明知段關係有毒，都戒唔甩走唔出。黃小姐喺外地旅行識咗個男仔，之後佢成日飛去當地探佢，機票酒店使咗好多錢都唔理唔計較。身邊朋友睇到都問，又唔係識咗好耐，你使唔使對呢個男仔咁好？但黃小姐聽唔入耳，佢覺得呢種迷戀係真愛。問題係呢個男仔對佢忽冷忽熱，黃小姐就不斷使錢喺對方身上，送禮請食飯幫佢解決問題，好似着咗魔一樣，越付出越沉迷，佢好似跌咗入一個無底洞咁，爬唔返出嚟。後來黃小姐揾我去了解佢嘅情況，發現潛意識有兩個好關鍵嘅信息。第一，性濫交令靈體上身，呢度嘅靈體未必係恐怖片嗰種，而係指一種能量依附，可能源自過去混亂嘅關係或創傷，形成一種人。第二，越沉迷越快樂，呢句好吊詭，但好真實。佢嘅潛意識將痛苦嘅沉迷同短暫嘅快感綁埋一齊，令佢不斷重複呢種自我消耗嘅模式。直到而家，黃小姐依然未清醒，佢唔理朋友勸告，繼續付出，直至有一日，越沉迷越痛苦嘅感覺大過嗰一刻嘅快樂，先至有機會真正停低，睇清楚自己喺度做緊咩。癡戀有時真係好似鬼上身，內心嘅傷口空虛，變成一種無形嘅力量，推住你去一個明明唔健康嘅方向。如果你都發現自己總係重複愛上唔愛你嘅人，或者明知段關係唔對路，都放唔到手，不妨問自己一句：我依家嘅愛，究竟係愛緊一個人，定係填緊心裏面一個窿？真正嘅愛，唔會令你不停失去自己。記得訂閱，我哋一齊從潛意識學識愛得清醒。